今日介紹嘅單位係火炭御龍山呢一個3座中層 A 室嘅單位嚟嘅，咁佢建築面積咧就979尺，咁使用面積咧就係764尺，係一個3房套房連埋一個工人房嘅間隔嚟嘅，咁業主叫價咧就1250萬。間隔用途方面就佢主要有3間房啦，係啦，咁2間細房，1間主人嘅套房嚟嘅，咁另外仲有一間咧可以做工人房，咁但係如果你冇請工人姐姐嘅話咧，咁可以用翻做雜物房都可以嘅。業主放盤大約1年，期間有調整價錢，最新叫價1250萬，仍然有幾個百分點嘅議價空間。入門口就係長形客飯廳，大約235尺。業主曾經再翻新單位，地板亦都保養得宜。客飯廳連接露台，露台設有半身玻璃窗，令到由屋內向外望都有良好嘅視野。火炭區2月份成交，其中御龍山就佔2宗，都係同屬 A 室呢個單位。身後就可以望到馬場嘅景色。露台向東南，代理話尺價一般，同內園景單位相比，相差約1成多。廚房大約60尺，有明火爐頭同電磁爐。工人房大約30尺，能夠放1張單人床同衣櫃。分佈喺走廊嘅2間睡房，面積都係大約45尺，間隔方正實用。盡頭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大約70尺，包括置頂衣櫃，景觀同廳同樣望馬場方向。客廁同主人房套廁採用同樣設計，同樣用上企缸。御龍山位於火炭樂景街28號，物業位於火炭站上蓋旁邊。項目由10棟大廈組成，總共提供1375個單位。御龍山嘅主要客源咧就係本區嘅換樓客啦，或者係外區嘅家庭客嘅，因為咧佢比較鄰近呢個港鐵嘅火炭站啦。自從沙中線開通咗之後咧，咁往返呢個金鐘或者轉駁去到中環或者灣仔咧，都係會比較方便啲嘅。代理表示，目前火炭御龍山二手放盤量唔多。因為火炭區咧本身嘅二手選項咧就唔係話太多嘅，咁我哋御龍山嘅優勢咧就係佢係港鐵公司做一個管理公司啦，係啦，咁同埋咧屬於係一個比較半新樓嘅，因為咧我哋右邊有一個叫做銀禧花園啦，咁樓齡相對都會比較久遠啲嘅，咁另外喺火炭站另外一個出口咧就係有星海提案嘅，係啦，咁但係咧佢嘅伙數咧會相對比較多啲。代理認為，火炭近期有新樓盤推出，可能會影響二手市場買賣。